春风来来去去，土草发香。抱怨夜夜空空，看无见面容。多来也蒙蒙，意思也蒙蒙。但春发扬，空对梦。春意停停落落，银色天空。水点走走空空，流过数字棚。多来也匆匆，一丝也匆匆，留下的痕迹犹爱样伴奏。很记得色糖果，风天水里走相约，将条无叶困的歌曲，喊地也听听来唱，烟花落水的歌，也金色汹涌上冲，你敢有看到？很想用木子来交换，相信你会苏信用，爱我。阿妹，阿妹，开门啊，阿妹！阿妹，阿妹，阿哥，因为啊，阿妹都欠来啦。那有可能啊，阿妹倾向你诶，冇可能会给你啊。阿妹，阿妹，你正经木听爱啦，阿妹。爱无扶着侬不可，爱要无得怪你啦，阿妹。你莫照顾欠啊啦。阿哥，唔同医院哦，照顾阿叔贵啊，咪开咧。你生意休息吧，外头也偏偏阿妹啊。不过，唔是谁啊，佢係恩人嘅阿妹啊。欠欠那就冇事情咧，仲冇可能一生人就欠恩人啊。你講錯冇啊，阿妹？阿哥，你真叫我休息吧。阿爸冇托付卡，阿婆願意冇送快，阿叔行到醫院呢。安尼我靠，總唔得願意擱放下去嘅啦。去水門，去水門，夾夾。阿妹，我去休息了哦。无再搁欠来啦。阿妹，我以前个来诶，去水木咧，工作的本人等一下一摸诶，你来便宜讲法啊。迄尔尔，无人个讲嘛，该太讨，该猪个比你较大啦。阿妹，我爸个人啊，比猪大个人可能还较清楚啊。咱无脑都不靠，要么对佢无好啊。这样事，我跟你全部。我做个比佢较大，阮姨妈个也比佢较大。你若自从拄伫，我比妈做梦淹水咯。係啲啦。也好，我煮饭我拢不考试，老二大嫂、细三，那你还炖不分给食？我唔知。那边还做个唔好，还不知从安样讲来咯。阿妹，你冇唔好啊？
你迄太好咧。古说啊，唔让英语做太多，英语啊，杀经常学较多啊。你唔是公公呢？我弟了，在政府冇人关心我，我早就在做快家务嘅事情，早有人看到我，我没安样。阿妹，我问你哦，阿哥很强诶，佢很勇嘅嘅人啊。自从佢出世，就系一个按梁山天天嘅来呀。你还记得吗？细细嘅时节，你搞嘅东西，本定啥嘅小你拿去，你冇去，然后你偷转来，等到本佢自家本你啊。我嘅阿哥哦，做意啥本人欺負咧，可能也做老母嘅人，拖佢出頭偷工多啊。阿陽嘅阿哥哦，係唔會攞阿妹做對嘅，佢唔係想要攞阿妹做對，佢搶係唔盼得叫佢本人吃苦，就攞大伯阿婆媽嘅時間，阿爸總係啟動鴉片供用啊。没底啦，我是嘞，我一直希望跟耶稣嘞。错啦，你阿婆嘞？阿婆哦，大早都冇看到佢啊，可能係小阿嫂去醫院看佢嘅。佢嘅身體唔好，害阿陽死嘅早呢。阿陽做啲件冇意思喊咩？佢哦發生乜嘅事情，你阿爸轉來被罵挨嘅。阿妹，叫我上到阿婆嘅身旁啊，叫我去那邊哦，而媽冇法度主動佢啊。係講阿爸罵佢哦，我都同意講法。唔是咧，唔是唔嘅聽數，啊，顧好你自家就好咧。對啦，人係聽數，去做東西本人係說事，哈。阿妹。我根本也老朋友約好咧，我有事情啊。你副卡都弄搞搞咧，你好愛去哪呢？我係冇閒參與關嘅事情啊，我係客家的哦，希望阿婆 healthy 嘅，我就採過咧。阿妹，我嚟先走咧哈。強姨嘛，強姨，乜人哋係咪挑地嘅？係哦，你喺人撞喺度忙家些啊，冇哦，你喺度有機會加入全家做神轎了。哎呦，唔會騙人，全部嘅飯碗啊，咩人好掉嘅？乜人啊嫁過去啊，都搶公子嘅做嘛。當然就歸嗰盤全部啊，路條揀有咩事，揀又不好看。做人啊，愛知本分，莫貪心。冇講，幾耐了？就歸去醫院看下神轎哦。係啊，係主要是家酒老弟送去啦。哦，安好哦。我安尼考上吼，都出貨咧。講下事實嘅，係啦，也唔是講要送用吧，都你遐忙落醫院，困到不可，按用唔情願。妹，佢阿嫂吼，又要照顧我不可，又要送茶水、煮點心，俾人茶人做世個人，幾傻兩意思，我對佢按要求啊。那遐小事，冇遐按用做啊？你還冇家人，你家人啊，你那個要求你按用做。好定係冇家哦，你家人哦，按財哥咪人家。那有冇幾多潮貴啊？哎呦，我不可能。有。係啊，咱全部山都係等財嘅，也下農夫佢唔會講嘅，咱全部嘅香火用得晒。你那老台，講香火事情，天不應信啊。阿妹，你用字愛，你嘛個做唔嚟講嘅，也下唔講，係咪咩講啊？做唔到按樣對待你。哇，我阿妹，你嘛個辦法？這個辦法啦，你們是誰人？我知啊，唔過你想嘛個方法出來，所以你也係農不可，最委屈。你很講。係啦，做人沉默哦，有啲事情做得做，做唔得講。
出了以后，电影煞来办办，来查验看看啊。阿妹，国改片伊嘛个消息无？出去死！不过人家讲吼，老师这个上生理功能用班，因为支持，无讲伊无退路。也听出来用的啊。马航啊！袂歹就甲签落来，哦，就拜托你，好。啊，台北迄边麻烦你走一撮，哦，啊，村内电车来做，无你是无用做。找人是无？你20几年啊吼，时间过得真紧。是啊，真久无看啊。你什么时阵回来的？一阵啊。啊伊，因头家对你好无？伊对我真好啊。你结婚啊？我足戆的，问这个问题，过遐久啊，伊当然嘛已经结婚啊。我后生吼已经娶某啊啦，我嘛差一点仔就做阿嬷，我阁有一个查某囝。我嘛是一个查某囝，一个后生。看到恁的家庭有某囝，我嘛足替你欢喜的。你是安怎会转来啊？为着你，我讲算少的，我是想讲哦，伫外口打拼这么多年啊，转来故乡看卖啊咧，看你过了好无？歹势，我要去病院看阮新妇啦，我先来走哦。秋桂。哦，头家你好。啊。秋桂，敢会当搁见面？我唔知影呢，伫这个小所在，常常真侪代志，拢是讲一个囝生一个囝，人安尼，若是互阮大家搁有翁婿知影，唔好啦。敢有遮严重？阮拢毋是10几岁的人啊，做代志爱有站站，莫互人讲闲仔话啦。老朋友见一下面，互相关心一下，安尼嘛袂用的啦。你嘛爱顾虑到你某的感受啊。假使我若甲朋友见面，伊嘛有意见，安尼伊就毋是我的家后啊。我自以早就讲袂过你，你只要一开嘴，就一定爱赢。也毋过，我嘛是输啊。你嘛是嫁别人。代志拢过遐久啊，你就莫阁讲啊。我送你一段。唔免啦，真正唔免。我坚持。
我可以倒退。免啦，我摕就好，我摕就好啦。我一定要回来找你。走。自己生会自流，一杯一杯茶，几 QQ 煮小饭。男生，你看起来眼神这样子晃来晃去的，而且脸上一点笑容都没有，看起来根本不开心啊。对，我觉得喝茶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，我们要把这种快乐感觉呢传递给观众，然后让他们进来茶叶的领域，他们喜欢上了、迷上了，就会研究茶道的艺术啊。没错，所以你们两个要脸上的笑容多一点，再开心一点，好不好？我这个笑容练习很久了呢，而且是很帅的那个角度呢。神父，导演很康，你就可以不用笑了。可是我这个笑容，万一不笑的话，我就会忘记那个我笑容练习很久的那个完美微笑的视线啊！看，加油！你怎么看起来一脸愁眉苦脸，然后没有睡醒的样子啊？没办法，昨天被我爸一喝酒喝到快天亮，就只能这副死德性。好，赶快打起精神，打起精神！我们再来一次，来！不好意思哦，这位琼英小姐，小舅有什么事啊？依照我们的分工，我才是导演，喊 action 跟 cut 的人应该是我。可是琼英，你找我配乐弹琴，男生和神父跳舞唱歌，小舅是导演，你不能管到拍摄的部分。可是我是总管啊，总管的意思啊，就是全部都管的意思啊。琼英小姐，让小舅告诉你，术业有专攻，没有人是全能的，相信我，我才是未来的大导演。让我拍你的广告，一定物超所值，好不好？琼英，听小舅的吧。好吧。准备好。哦。他卡了，应该是我才对嘛。你一直都在这个教堂啊？也不是啦，我还是会经常回去部落，我的家人都住在那里。我以为你结婚了。那后来有没有跟秀琴见面？有啦，只不过她变了呢，那个年纪也稍微大了一点，这个皱纹有一点点，皱纹有一点点，而且神父，如果阿姑听到你这样讲啊，他一定把你大卸八块。我只是说实话而已啦，阿祖啊会帮助诚实的人啦。神父啊，其实我到现在不后悔当初拆散你跟秀琴。阿婆，你有咩用讲啊？秀琴本来就唔喜好心球啊，加那个他不熟悉的山地部落。不过可能阿姑当时他部落都给神法啦，唔是他会阿婆讲啊，唔系事实。我冇会了解佢啦。你呐，有时候要用一点智慧跟经验，很多事情可以避开风险。不过你行下不给吃开奶啊，冇吃开奶，因为第一位成功行喺实拍啊，过程有苦有甘，就唔得因为发生过艰苦嘅事情，就唔记得发生嘅美好。琼英，你跟我爸好像哦，每次只要一开口，不管他站不站得住脚，他一定会变到他赢为止。你是令长的儿子啊？阿婆你好，
初次见面，我叫林家佑。我跟你父亲见过面，你跟你父亲不大一样。很多人都这么说。哎，你们要把那个山上的那个小学怎么样了？阿婆，加油迄加油，夹包迄夹包，佮唔係加油嘅意思啊？我冇同伊講法啦，我同伊講法。阿婆，我向你保證，學生一定會回來上課的。我姑且相信你了。干嘛啦？小舅，请坐。你又怎么了？林老师他说的是真的吗？大概是真的吧。意思也就是说，我不用为了见林老师一眼要看到反调一笔彩的广告，也都可以跟他长相厮守了吗？大概吧。但是如果我因为拍了这部广告变成很红的广告明星，你觉得林老师会不会更爱我一点呢？那也要让他先爱上你，才有下一步更爱啊。好，从现在起，我下定决心要成为很红的广告明星，让林老师对我刮目相看。小舅，我这一辈子的幸福交给你的摄影机里喽，万事拜托了。来，拍我。起来啦！我操，强到诶！歹势，有事耽误咧。来，马天树，你来嘛？伊哦，出电电啊，开来，装去水幕诶。哦，内底哦，搁这一些四个东西来啦。啊，拢不可上忙咯。有影。是转去迄开一下，我不讲我来照顾就好了。冇要紧啦，停下去看一下，我等下拢转啦，来啦。身体保重哦，都得去那边哦。赶紧起来，赶紧，小姐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住在这边这个小姐，你有看到人吗？哎，她不是才刚开完刀吗？怎样？我去通知医生。谢谢哈，赶快一起，走。诺布克，请问一下，你有请到伊无？冇啦。快开面，快点。诺布克。早く大きくなってね。小姐啊，不是说我这个人爱批评啦。你看现在听起来好像没事，外面那个庙会已经搞了一天呢，一下叮叮咚咚，一下叮叮咚咚的。是说这么大医院干嘛盖在庙门口啦？因为没有办法。是啦。还有你们那个医生很忙到底有没有尽量在救哈？他血崩那么严重，能够捡回一条性命就已经很幸运。是说他那么年轻就不会凶呢？早知道说不定送到台中大医院还好一点，起码也不会这么吵说。你这个话千万不能让医生给听到，否则医生一定会翻脸的。他好不容易才把他从鬼门关给救回来，我们不要太贪心了。是说小姐啊，那个你们医院那个厨房做的那些吃的啊，
咸也不咸，淡也不淡。是说哦，住院那么辛苦了，还要吃这么难吃的东西，极可怜嘞。跟你们厨房讲一下好不好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。好，谢谢你哈。我靠！阿妹，我不靠啊！你可以倒个想好下蛮好，总唔得按用世界乱走呢。用的呢？你看，给按等一下。嘿啦，拢等一下啦。不过，你个身体动摇，你遐尼紧张，看到咧两甲散。你阿婆个身体唔好，查验还做个无限，也无按这个时间照顾你。阿弟，很歹势。好啦。你个心情歹滴啦，不过细年无摕来手无摕来，我紧只有咧啊。你还做得够强无？你还忧伤啊？遐种事情慢点离喏。不过我有细年个时间，自然就会有的啊。妈为我老你调养身体。我想很多咯，你还不会讲嘞？还疼到阿姑啦，不是讲解。遐个手机，实在哦。你想我有自家嘅生命，阿妹，你don't惊，你don't惊，唔使惊啦，唔使惊啦，我阿妹在啊，唔会叫，自从用个啥，你don't惊。没拽，有还没拽，不怕。那亚哥哦，都生气呢，佢冇喺转来冇先讲一下诶，我还发生事情佢唔知，那係佢發生乜嘅事情，咩唔知啊？阿嫂。佢唔會坐台北，唔喺狐狸精騙走去咧。阿嫂，阿嫂，乜嘅事情啊？我同講法講很久，你冇聽哦。你可以講做鱸魚湯本弄不可思嘅事情係嗎？你講唔同嘅事情。我做好咧，本痔瘡送去醫院啊。不過我聽人講啊。吃鱸魚會有疤誒。阿嫂，我老人講甲鱸魚湯嘅事情，係800年前發生嘅哦。我也係請問阿哥有講幾時轉來冇啦？有啦，有講啦。你用你誒，你會轉來啦？都轉來最好。雖然講啊，火卡嘅事情，佢哋冇法度聽數。不過哦，佢係一家之主，也否下發生安泰嘅事情，佢冇睬。講伊也敢言哦，真有緊事哦。冇按你講你阿哥啦，唔會冇主見，伊關係先談大家嘅意見，爭咗嘅聽。阿嫂啊，我第一想呀老公啊。不過我設計比你設計還要久，我看佢哦是最準，
生人哦，唔是做过结婚，就会老人结婚莫强用。你这在干嘛？慢点去偷慢嘢。冇啊，我係掉嘴。搭嘴久啊，錯，哈哈哈。你將來你有冇人跟你講啊？來做地，加做一些菜，管你事啊。哎呦，这台北事情冇顺利啦，就连时间点都去转卖。阿妹呢？你有冇看到啊？冇錯見到哦，唔知哦。佢嘅身體有較好冇？婦卡發生一些事嘞，同阿妹吵翻。發生事情啊？我一看下咪從來下。小小嘅，做乜雞啊？電下啦，咪老人講哦，是冇人夾咗哦。阿妹哦，迄個滿意就先冇講佢轉來哈。伊嘛？對啦。那阿忙上好，會用會落去講。佢聽下上好來，專業是咪？哦，拜託啦。想下夾到嘅啊？好。拄好，就講出去了。好啦好啦好啦。做咩講啊？對啦。要今日咧有發生乜嘅事情嗎？冇啦，冇乜事情啊。最近冇乜嘅事情啦。哎呦，人都門嚟嚇。你喺度做乜啦？我門人都冇看到。還唔講？冇啊。講。乜嘅事情？冇。有。冇啊。有。冇。有。有。阿妹。阿妹，你從在啦？你轉來啊？阿爸，你轉來了？阿婆冇到見到啊？幾耐咯？阿婆講佢先發，頭下我送佢去山東嘅上雲寺念經呢。阿爸，訂單嘅事情要處理好些冇啊？阿爸做生意嘅事情冇悶啊，嗬。今日有去醫院看過阿嫂冇啊？啊？阿嫂啊？哦，佢家己呢就轉來咩？轉來就看得到啦，哦。阿爸要出去看事情啊。阿爸，我以後開始準備창의館嘅平面設計，還有廣告嘛，看開頭嘅進行咧。哎呦，cái nhà婆答應嘅，唔去啦，阿婆講就做咧，嗬。阿爸，我以後做大件事情，都來用然後有關，你係負責嘅，我當然要找你報告啊。哦，好，nhà婆吼，想張本雅的哦，搞咖喱飯啊，你就天天搞嘛，吼。阿爸，我去做太女的事情啊，好，就咁樣啦，哈。阿爸，我聽錯會唔會看到我嘅成績咧？
场。你讲了，那不可也喊他抽烟嘞，你就不给人走出来，再不偏我就抵嘞。我那冇事。那不可，来，做衫哈，等醫生話好冇？做鞋嚟，嚟。阿婆講哈，抽煙嚟做唔得市場那冇，我害怕佢從那鋪，啊，食東西嘅生意啊，啊，來，走去。也无所说嘅骂你，俺不也迄老代表叫我吃饭，迄老市民约好诶，没叫我去，对冇？迄老神父纷纷啊，等一下听阿爸去弄费。哦嘛干咯。我要咋心情啦？无心情事情要做咩？还是老人讲哦，卢卡嘅事情啊，是犯唔得嘅。难摆啊，会将牛郎吼，唔嗲就要福德，嘛个事情就会老牛郎嗰个事情不用你调查，对冇？卢卡嘅事情搞本也没，老阿婆就做得了。就会搞本阿梅，总会出事情。你莫按用讲也没啦。老婆个身体有较好冇？做得好到那边去，身体好嘞，新冠条嘛唔会好啊。给你玩算样啦。打算嘛个？我喺问呀，你也唔打算，咱爸也打算啊。阿爸，你在讲嘛个？我用的全就汤姆斯呢。老不考了就无法度叫嘅，我喺问你，用用嘅啦。我不可做唔得姜，又唔系姜唔错，系帮阿妹咩对呢？小鬼啊，小鬼，用嘅啦。天数啦，来，我不可做你嘞，也站咩，你去辛苦哈。呀，也困你下啦。啊，来，天数。都唔知，自从对俺嘅误会有暗示，其实我也无法度原谅俺自家。好嘅啦，莫按用心啦。生意乱讲法，你认真做嘛咯？嗯？我莫按用。我丢就地啦，侬不可嘅事情咱无相关咩？我叫了，好啦。吓死我！狗塞皮，你太难，你塞满个皮，不然我错了，你做就好。哦。阿哥啊，你能做只塞皮啊？阿妹就唔攀的塞皮，你朋友很塞你就塞哦。你讲嘛啦？你上就黑啊！阿妹看到马人哦，迄无嘛该啊，你有人好嘅头啊，唔骗人看到面子用那位啊。不用按个人多做嘛啦，给一家一天数的又没压缩的意思。好啊，也不用很做嘛该你就做啊，你也不用个来嘅，也还顺呢。那位老爸
爸叫我去拜访王妃主任，按不跳，我去送酒家。又去酒家？哎呀，阿妹无想要去啦，你阿爸一定会来天天叫我去嘞。那明年水果唔上去，其实性感度根本唔系安尼想。那迄正经无想要去啦。你阿弟，我岛上就会因为去到酒家，不是什么人为着，才是咧，种人会着旁体。那老你岛上又无可用。我都讲我闽南说的。你冇按用死多以行后冇啦。你看那的。总的。爸爸为了这种事情已经动刑法，还惩罚给重治，一定会留去乡下去解决问题。惩罚给重治，真能庆祝，还有传宗接代。点点啦！用的咯。没事情。弄不够啊！用的咯。阿妹，我想要做迄日本。做唔得，公婆亲像牙齿要散嘛，冇听错就被咬到啊！俺不要吼，痔疮肿来，来长马去啊！吼，冇事。好嘞，冇事啦。这酒红色的擦起来很贵气，这颜色很漂亮，金碎。有没有什么新的？这里还有一个桃红色，跟你衣服很搭。真的，很漂亮。阿雪呀，哎，谢谢啊。我看看，哎，很漂亮，很合身哎。老板娘，还有没有新货啊？哦，有，我们最近来了一批新货，还没拆封，等一等我拿给你们。好啊，我还要看看一些什么披肩，多拿几件。好的，谢谢啊。来，秋桂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你担再多心也没有用啊。哎呦，我跟你不一样呐，你放得下，我就是放不下啊。你看，这个衣服那么好看，可是穿在我身上，我一点都不开心。不开心啊，就再换一件，换到开心为止。哎，你看我啦，家里风平浪静的时候我不开心，现在吵吵闹闹的，我更不开心。我看我这个人是没救了。你只是习惯了，把责任都往自己身上揽。话不可以这样说啊！我媳妇她会流产，我也有责任啊。你媳妇啊，肯定是失去做女人的尊严，对老公没了信心，所以啊，才疑神疑鬼。是，怎么会这样呢？我老公跟儿子他们都很老实啊，是绝对不会乱来的。真不知道我媳妇为什么会那样想。只要你站在她的立场想，就不难知道她想法。成家无后怎么办？这个问题啊，大家都不敢说出口，可是问题还是存在。秋桂，你媳妇适合这丝巾吗？他们日本人穿的都很素雅嘞，你没有看过她穿这样花花绿绿的衣服啦。这点倒跟你很像。不如送她这条丝巾吧，让你媳妇开心点。哎，对了，我之前在医院生我女儿的时候的那个妇科医生很厉害，也很有名，不如介绍你媳妇去给他看看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，
我之前一直在想的就是这件事情哎，可是我想了好多天，都不知道怎么去做。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啦，只会想，不会做啦。以后啊，有问题就来找我商量。我跟你的性格刚好相反，我是先做了再想。好在我老公度量大，只要我不出什么大纰漏，他都睁只眼闭只眼。谢谢你。哪里？哎，来帮我挑件衣服啊，借我媳妇穿的。你要当婆婆了？不。